希伯來書第3章，耶穌超越摩西。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，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、為大祭司的耶穌，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，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。摩西為僕人，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，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，但基督為兒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，神子民的安息。聖靈有話說：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曠野惹他發怒、試探他的時候一樣。在那裏，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，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，曰：他們心裏常常迷糊，竟不曉得我的作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曰：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。弟兄們，你們要謹慎，免得你們中間惡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，把永生神離棄了。總要趁着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分了。經上曰：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。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？豈不是跟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？神40年之久，又厭煩誰呢？豈不是那些犯罪、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？又向誰起誓，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？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？這樣看來，他們不能進入安息，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。靈修主題：基督的忠心與我們的信心。經文重點：希伯來書第3章。基督的偉大，作者呼籲信徒考慮耶穌的偉大，將與摩西相提並論，但指出耶穌更為尊榮。基督是神的兒子，並且是我們信仰的根基。這提醒我們要珍視與基督的關係。信心的堅持，作者引用詩篇，警告信徒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曠野中那樣硬住心，拒絕神的聲音。這挑戰我們在信仰旅程中保持謙卑和信服，彼此勉勵。信徒之間要彼此勉勵，防止心中出現不信的惡心。這強調了基督徒社群的重要性。我們應該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長，堅持到底，堅持信心到最後，因為這是得救的關鍵。作者提醒我們，信心的堅持不僅關乎個人，更是整個信仰社群的挑戰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給我們耶穌基督，讓我們能夠在裡面找到盼望和力量。求你幫助我們在信仰上堅持到底，並彼此勉勵。行動：找一位信徒朋友，與他分享你在信仰上的掙扎，並一起禱告支持彼此。願希伯來書第3章激勵我們在基督裏持守信心，並在信仰的旅程中彼此扶持。